伫个家己的梅山乡呢，是因为丹那市风台，抑阁有7月28大水雨，是造成农业抑阁有观光的损失。即马乡公所是来规划每一个乡民是会当分到3000块的援助金，希望会当减轻中间的负担，嘛通带动在地消费。家己县的梅山乡因为丹那市风台甲7月28大水雨，对乡民的家园甲收成带来正大的损失。梅山乡公所有宣布要针对梅山乡民来普发3000块的现金。这边风台来的时阵吼，大部分的果实拢有损失，产生有一些农户他们拢收成拢无介好。丹那市台风甲7月豪雨造成咱非常大的灾情尤其咱这果农损失非常的惨淡公所体谅咱的农民的灾情梅山乡公所表示，针对这个普发，乡内暗算有17200多人会使领到，经费计共要5200万，会规划伫2026年乡内的总预算内底，10月份乡民代表会定期会若是有通过，上紧明年3月就当来发予民众。伫咱公所自有财源有创意的情景之下，我是赞同讲，互咱的乡亲每一个加一撮互因过日子，因为有诶，咱咧做细人有诶真正真艰苦啦。乡长要发一个人3000块，阮家有4个人，总共12000块，做过年压岁钱做欢喜的。当然是做欢喜啊，对大家家庭拢有至少拢有一寡迄个意义伫咧啦。梅山乡普发的对象是今年8月30日进前户口伫梅山的乡亲，乡公所已经开始办理编列相关的经费。这笔经费袂去影响到乡内其他预算的支出。乡公所表示，这3000块无法度弥补乡亲因为天灾带来的损失，但是也是希望透过这笔援助金，加减来减轻大家的负担。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